做不做主，将我的终身许配那叶勇为妻。自从成婚以来，一月20余天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来。我也曾差别女飘香屡次的相亲，怎奈他总是不肯上来而来，不知道他为娶亲为了何事。贵人啊，贵人，好叫为妻去请姑爷上来。小香，你要小心了。是，拜别去你的名字托
内上，妃子何曾放好光？神兵自断女言的，马虽毛长不嫌比。但是毛儿强似虎，排领应付不是计呀。小孙正用表示婚葬，弟弟正贤官居三品中子，母亲长子高随王府。我本闭门用场共度，可恨年送这老身。他上令皇族一本，生我父教授失责，王让听信谗言，遂将我父绑出西郊斩首，并将我满门抄斩。是我改为长媳，到杭州母居家中，不料禄女叶母亲官顺失去，我将小生当作小妾，做子孙操。那叶母亲见我人品出众，强迫我做他命令继子。待往京都传拜年送，那老舍见我谁貌双喜，遂将生女年兰正终身许与我为妻呀。唉，我为父受必报，岂能与你奸杀子女生情啊！乱子的子满家店，在郎驸马官中间，不到宫中心在意，却中了杀生令。遇到一人冤随马，不太无用奸情啊！侍奉小姐到书房之事，我是蒙了小姐之命，得请姑爷上来。我要在书房读书，不去。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哦呦呦呦，小丫头，一不当你，二不骂你，跪下叩唤救命，为啥何事？姑爷不肯上来的，唯恐小姐责怪，是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是飘香定要受家规。兰州古人好脸，张氏气人。
去至此，你上路通报，什么谁行道？不谢姑爷。免得雕像去下山，我上路看他真困尤其长着母亲样，我今望与他亲生贵人，请来见礼。请坐。你不是我早就说了。贵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没有了吗？我叫你贵人，你得该叫我娘子；我若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得该还称我一声小姐。事实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得该还称我一声夫人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道理都没有了？真正岂有此理！
言道与李妃为子，来，从前一礼。好一个与李妃言子，来，从前一礼。请坐，请坐。绿紫茶飘香，请我上楼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你在书房做甚？到书上在书房么？读书啊？读书？难道说一连夜用功吗？你可知肃静原谅此过？哟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官人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我见你终日愁眉不转，不知道官人你究竟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自有个人事，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俩知一二。有人知我方乃是非碰到老先生，木兰针一不爱二不吃，我从小读过生言诗，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啊！气质马去，那么你就猜猜看。
相思。莫不是念我娘们死里的，我难陪你养郎并不知啊。你年家一到天下得不稳着，我好比苦等高攀，你说不是？莫不是你我兰正长年少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这里红掌到雁门，人里人话谁不知？莫不是你我兰正容貌丑，难配你郎一才子啊。夫妻岂可用言论？何况你娘子美貌在其次，就这此下。请我到可有一比？你叫我比啥何来呀？官人。才知殊途奔王君，兰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为他一片心？
年当时南京，不幸长来本，哎呀，这本事下面有文章。哎呀，官人啊，你真人跟前莫三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三讲。你七前不把真情深，我问你要与是谁上？谈点什么？等我来听他一听。常言道，要知心中事，但听口中言。小姐呀，小姐，哎，在路上不叫我小姐，他到死亡里，到4年前我来了。哎，我们离该要回答他几句。啊，相公啊，相公，娘子啊，娘子，官人啊，官人，哎，兰真啊，兰真，叶勇啊，叶勇，你这次上访要不问问我的性子，小生不生，你哪里会知道？岂不晓我是他的来亲娇娘？如果是一郎自乱情，我心长来本心真。哦，姓曾。家人本下天冷落，恨真少中出奸人，奸人上殿去黄州本，
占了我贤家一门阿门。到时间我天涯茫茫四处奔，举目不见亲人。可怜我人前不惯上身疼，被人安起来尊敬。蛟龙军被千岁困，满腹还愿红他人前不肯吐真心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。哦，官人啊，你心悲离，你莫伤心。你亲人还与我念啊不知道见证是哪个你说出来，我来赠与你是八元生人。第七先生倒叙罢了，第七先生，我骂你这年送啊老人，这个请我做出来了，你骂他做什么？骂你接着老年送，荒淫霸道在朝中，你然而重量有多少？却在我府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根一时，偏偏盗趁我真勇，小生才有出头日，定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听此言令我很乱凶，我怪声堂上老祖公，你不该缺杀忠良成全事，你斩草枝根要害真勇。既说你是正面两家冤贼呐，你为什么将南征生去许真勇？怪不得他寂寞将眼中的夫妻到不拢。年四番啊，年四番，怎么求弟弟来了？骂你接着年四番，父子同朝一样见，将兰征终身许配我。你要靠本子难让难，小日才有出头日，定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听此言来，心惊胆寒。他要在我母年4万，想妇女终于妇女情，我来真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江城哎，我就只能生病这冤家债。哦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顺，责怪你做人心太急。少妇啊，少妇，少妇对了，骂你接着少妇，去年公子把妹来子，一人用今年子把妹大妹，我用那长方宝剑给你问我，有没有情啊？也没有情，自己的母亲都拿起来了。骂你接着也没有情，你是国家后的烂小人，我在不应做的命令子，知不到忠君不平生。
岂能屈夫君？哎，冤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心，我兰真对你是真心。我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后悔。我还是急忙与他去把礼宾。问明叫开门的是哪一个？兰真来了。我在苏王马金城，我说来了你兰真，我心就当作心欢呀，家长小礼去将你。来了。娘子，听呐，贵人，请啊，请。啊，娘子，请来见礼，请来见礼，请坐，请坐啊。请问娘子，你是谁的到此？我是到此一酒。你问我嘛？我嘛是才得到此，一到就叫你开门的。娘子是谁得到此？哎呦，谁得到此嘛？怕他这身咯。我说是才得到此，他倒又背起家子来了。官人，你为他书房做些什么啊？读书，读的什么诗书？诗书君子书。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你要听？好，你听着。可儿送来心儿飞，读过诗书谁忘记？官人，你忘记为情我倒有几句记着你。你的说我两样的，你不信我背给你听呢？我不要听。官人，我这个人倒有一个脾气，人家让我背，我倒是不肯背；人家不让我背呀，我倒偏偏要背。好，那么你就背吧。好吧，那么你听着啊。要背到你死去往里去背。小姐呀，小姐，是陈小姐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可没有叫你哟。兰真啊，兰真。
呦呦呦呦，连兰正的名字也让输了。啊，官人，别人手上没有我兰正的名字，那官人你的手上是有我兰正的名字哦。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心事，小声不声，哪里会知道我的心事？我什么当然不知喽。恨之恩朝终未出奸人，奸人上殿黄嘴本，占了我人家一门。想不起奸人，到底罢了，比起奸人，我骂你念宋二臣。骂你奸人老年松，你妄引大道是谁造中？你残眼重量有多少？你却赞我不是心贪凶，你为斩草更一时，偏偏逃出我真勇。小生杀人凌云子，我听再见这是老年松。你是万啊，你是万。骂你奸人年事晚，你不知同朝为一样奸。你把兰正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子是中难难。小人实有出头人，我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到我朝问我，骂你奸夫早问我，你去严夫是把妹来做，有人听是宝姐大妹红上帮包，先问我也没请啊也没请，骂你奸子也没请，你是红家母的烂小人，我才不信说你命令子，死不到中间不平人，小生是有好分说，我将你起锅下走去从。
兰真没有得处理，你愿报个心疼，你无情来无理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来来来，去去去子，要到瓦岗军父亲娘子。真正岂有此理！娘，谁是你的娘子？血管正浓，不信你，都只为血生如心如情，错把娘子当仇人，今天方知，怎么？你是演得起。世上我兰真是演得起，你是不肯索性将我弃，你又遭啥罪？凌云子，你是一封休书将我离，今日你落在相国府，我困你差此也难娘子啊，可怜我家破人亡受尽苦，难道你眼睁睁看我走邪路？见死不救，你心无人。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？你杀到瓦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了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总有夫妻情，拜望娘子来偿此娘子。无情与作母，我难救眼前的亲丧夫。两家生死要我定，那年光好比我来真来懂。娘子已经少了我看娘子。我眼前放着两条路，我难真真是太糊涂，想弟弟做天下嘛，我做血手杀人魔，真不救忠良子，怎能比我家上？
你微笑的来，苦苦的爱情，少年起来。娘子。娘子，娘子，你到哪里去呀？我嘛会郎去呀，我在这里，岂不要耽误了你的读书吗？娘子休得自知，待小生陪你上路就是。此次贵人请，娘子请。万一禀告姑爷小姐，使女儿就见。女儿爸爸，请稍等。有请姑爷小姐。飘香何事？女儿管家姑父就见。哦，命他觐见。女儿爸爸，来。见过姑爷小姐。罢了，女儿姑父何事？今日乃是夫人寿诞之节，特别女儿请姑爷小姐姑父家宴。外面等儿。是。女儿爸爸，随我来。啊，官人，不是女儿到此，为请我倒忘记了。娘子忘了什么？今日是我母亲寿诞之节，我命我做小辈的，离给姑父拜寿。娘子，你去我就不用去了。官人，你上哪里玩呢？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呢？此次与娘子同去。啊，官人，为妻正想与你同去，只是我婚后上医乱月，不能前去。娘子不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哎呀呀，官人，你这么大的人，怎么这样孩子气你？来，快到内堂换过衣裳，也好与女儿
一同辜负。哎呀，娘子以我今日好夫妻，难道你不知我心里真用孩子气，遗弃了你父，我的孙子受丢弃。官人啊，你离开姑父把手亲，为妻祝福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心，在酒席面前秀团杯，你十分娃儿三分，哦，官人啊，你睫毛变色须剪辑，斜山早早钻进门。既然你要我走一程，自当珍重娘子命。为免你心带虑，我不到日落黄昏就回家门。此处很好，官人请到内堂更衣。小香，唤女儿上来。是，女儿爸爸，小姐叫你。小姐有吩咐。女儿，姑爷他不会饮酒，在酒席之上你要小心事哎。女儿真明。女儿爸爸，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。这三子哎，早早送姑爷回家。是。啊，娘子，官人你要早去早回。娘子放心，我去了。官人请坐。娘官人啊，你风大胆人去不言，你心中切莫太大惊。总算有怕天大事情，又为欺天
小姐，姑爷他已经去远了。小姐，王公子儿给他求一声，去你这姑爷为小婿拜之。女儿不来也罢，反正家无外客，也许请来厕所拜礼。
兄嫂，我是东楼兄嫂。其实乃是我夫人寿诞之际，算是一喜，但不知这丧喜临门嘛。哎呀，东楼兄嫂，请少退，家园快先保平上来。东楼兄嫂，请快。光见四少卿啊，七八岁样子。哎呦，主公好精致，下品乃天子，乃天子。哎呀，此病名叫什么？不知你花了多少银子才弄到手的呀？此病名叫杨子，把牛病。养子不牛病，正是，莫非是三变种子正显你心爱之物？正是。夫人，这养子糖尿病乃是无价之宝，只要插上一根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。啊！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。是啊，真是。娘心
年的，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啊！哎呀，东儿兄，今日乃是嫂子寿诞之期嘛，你我是要畅饮几杯的喽。请，请，请，那你是何在哟？今日里年富就带进，我怎能来无罪大奸？他的是九龙城强子。西路云上无林深，因此我虽然家中兄兄在，将叶子满腔愤怒从中分。想起娘子临行，倒不是趁此悄悄回家分。我杀从前门出去，恐为他们的事。带我去找一找花园玉门。去原来为我不见花园玉门呐。今原一片好风景，留待从此花木生。真美我不信去观赏，一路迎来把玉门进。我不小叫往进啊走，我见一座怀东门啊，哎呦，这地方倒是另有一番景象哦。上松山把碧生生，曲光显得冷清清，留待白樱花香来寻瞧，瞧不闻声雨声，一座高楼年轻，沈香宫，不与我真有风尘你。去问真相，那是年送老人百分支持。趁此无人，我不免进来窥探一番，是找到一些病症，只有也好与我弟弟报仇雪恨。年送遭遇没有翻身，居面停在楼中人。
今天去灭宋的顺着列子，我本是富口一生，自我欲把先一领，王娘子成名，千万结账专家门，我不让留去求生罪。被人遇见，沈家只知道我是年富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是真了也无妨哦。我本是年过新贵人，若无虽有奇妙事，哪知我女婿报仇心，我放大胆子上楼去。这是九乱的礼单，望金千两，裁断八匹，请信官府大人莫忘笑呢。哦哟，好厚的礼单，这些年送老者的土奴。神清这次上海关总兵九乱，神马无情，我的是你将功折罪。我想九乱实际上的利益斩碎。事情老子随了他的贿赂，竟保住起他来了。你送啊老子，你这样龙卷王法，好不令人痛恨。我不免将此礼单收上去了，这也好作为一个凭证。神王真空几岁等罪，陈大爷是下言尽罪着。哎呀呀，我想那下他死也是被那老人所害。神王真空几岁等罪，陈三遍总是真邪发下。弟弟，哎呀弟弟。不与真用同断上
子噻，原来是严姑爷。严姑爷，罢了，严姑爷，你怎么闯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我岳父的所累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哎呀，严姑爷呀！此人名叫表本来，中间一道无敌门，却是主统严父，与同造家，说着表本来也列战之噻。严姑爷，快我下来去吧。东来兄，请啊，请啊！哎呀，不好！我家老爷以众位大神，在百姓厅一言一事，快来又要吃到天明。严姑爷，这也是委屈不成了。却嫌我委屈不成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严姑爷，还是到我家小姐所里去吧。到你家小姐手里，使不得。哎呀，是的的，这使不得的，是的的。哎呀，使不得！哎呀，使不得呀！
正啊，滚正！我叫你不要饮酒，你怎么饮起酒来了？下葬啊！我们4位上葬，且慢下葬，万事刺绣。哦。小仙，你们被我刺绣做什么呀？哦，还不快快拖出家人，不要再去迎接姑爷。小仙啊，姑爷就在上轿之时，叫他们不可高声喊叫，免得惊吓了姑爷。我就去吩咐他们。小仙，小姐，还一之间路途难走，你们家人要多备登记河伯，免得巧妇本地惊吓了桥内的姑爷。小香知道了。小香回来。叶风生两把衣服带去，免得动坏了姑爷。是啊，动坏了贵人。小香知道了。你快去。官人啊，你真可是面瓜耳朵红粗心，面瓜耳朵红粗心。你先不管，为妻想做夫人，谁知你恰是配新夫人，眼看着你生日富贵，领先的你还是茫然无知不出声，岂为你急切盼你归，我是早上盼望大王恩，那便是连真疼下眼前。
着回家转，分明是你推我也推。为什么阿父都有惊慌色？为什么爹娘不见不避开？一是俺真多年猜，怕只怕我错夫妻两分开。小香，小心，小松呀，我与我一起上来。亲妈妈，快来！明娃乡长登飞桥，我要到年府去迎接姑爷。是。不见郎去，我也不回来。四处寻找无踪影，想必是回家门。启禀老爷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哎呀，小姐回来了，有人上烦恼来了。是啊，小姐到此，你们要小心伺候。小心伺候了。一乱为娘亲。
夜半三更，你为做娘家，却是为了何事啊？女儿也来问儿的娘。但是我儿小心那儿呢？啊，只因我家混人辜负百姓，至今未悔。女儿我放心不下，我是特地来接她回去的。问你丈夫之事嘛？丈夫之嘛？问你母亲去啊？母亲，我家官人他在哪里？女儿也好接他回去。儿郎，你丈夫之事嘛？还是问你弟弟去吧。母亲，你是要问弟弟，弟弟又要是问你，你们两个人推来推去，是什么缘故？儿郎也许辜负百人，谁知因就为我三杯就走到这些前了。那时我们娘儿差不多到书房歇歇去了。原来我家官人在书房歇歇的，女儿进去见他。女儿，弟弟，儿郎，方才发教来急之时，为父生命压冠三去亲故，谁知也许不在四方，我们家人四处寻找，迄今不知下落。下辈他为父去了，为父去了。弟弟，要是我家官人他早已为夫，你要问问弟弟要什么丈夫？你的丈夫实在我的府中嘛？我为何不外见你呀？回去了。娘儿，我来问你，府中宾客往来有什么为凭？与好不为凭。好不怎样为凭？进府挂号，出府逍遥。去好不过来，这快去！弟弟来，请过来。来，儿郎，何事啊？弟弟，府中宾客往来，早不上面可曾写得明白？这好不嘛，自然写得明白。可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。倒也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。此次弟弟你来看，这金夫兰内也用过也四个字写得明白。也许嘛，是来过的。那么这册夫兰内为何没有引用过也四个字啊？那个下面那个张官之人一直说我把他遗留了。对，下官张官之人把他遗留了。女儿不要引我出血啊！大胆奴才，夜用出府，为什么不孝？弟弟，你不要与我张腔作势。这里人言看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假作是马奴才，等到他小李上到新都的，今日已经果然见，何必他假作出来，一把女婿。哎呀，弟弟呀，你可怜我女儿，她不该来我当前请讲，他是怕弄巧成拙，反把
正进这府来，不准回去。他分明还在府里。弟弟，你要问我丈夫，你要问我爷了。方才为父对你讲过，你的丈夫嘛，才是我的女婿，他常在我的府中嘛，为我不忘见礼呀。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女婿，不是外人，那你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爱了他？我为什么要爱他呢？哪有有爱女婿的道理呀？实不害他，弟弟你为我叫不出声来。他人都醉了，你叫我叫什么人走到啊？哪里去了？哪个？哪个？难道为我还把你的丈夫疼去了不成？对呀，你真是疼欠了我的丈夫。知道糊涂不得志，他不是公子人的，已经比不完要恨，不该害他生了命。你要怎么样？一生断子生一个，女儿与你把命听。不晓得奴才是此长官。女儿终生依靠丈夫，如今年老不见，怎不叫女儿扎在眼了？爷老有什么喜欢的？你不喜欢他，我却喜欢他呢。他不是眼下另类的亚洲。既然知道他是眼家另类的亚洲，那么你为什么要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他？为父谁不把他放在我的眼中？这都是你怎么样？你这么样？这都是你祖母把我放在。奴才啊，你真不讲
你想怎么样？今天不怕他随心打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说，我与你同前走八里滨，我有你呀！四川流离，好，你说，不管你岳父金江与谁，你说，怎么样？我要定家人啊！哎呦，好，我与你面前走去。老爷，算了，你跟他都相处很近，结果他不哭，这是我哭嘞。哎呀，算了。走呀！启禀小姐，此次今早不见顾爷。夜郎啊，回来你早了多少？上了啊，夜郎只要插上一颗苦枣，就会开花结果。那么你们怎么不想想女儿的收场结果？你们还是我的丈夫，难道我就不能？
会不会的，哪有上人还是女婿的道理？真有此事啊！哎呀，董六兄，董六兄，你真的把烟药给儿死了？哎，哪有此事？只有烟用功夫摆手，谁知饮酒未满3杯，就再倒谁了？哎，我知道他是为夫去了，谁知来自回来，你看。哦，董六兄，原来是此。你们先请为王，我来相劝兰真生女儿也就死了。好。哎呦，老爷，哎呦，老爷，赵师傅，哎，你要问我丈夫，你要问我爷哎呀，兰真生女儿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兰真生女儿来，我到你我的弟原来为此小事体，那也用不是小孩子，哪里为一18路米？生女儿人前回家去，管教你常常如个好女婿呀！莫不是商量把野狼的死神压抑，害野狼他停止笑，放过他我就中了计。赵伯，你不要假子将内将不成，管我丈夫听不？哎，你的丈夫有没有教教我？怎么叫我教出来呢？咦，你叫我弟弟为夫，我不找你，你叫我去找谁呀？啊，我的上山了。明日阴天上，关于我做丈量，今天还到我头上，我愿你做年今生根源。哎呦，到相府面前，哪有我说话的地方？还是少管，还是留条怕。哪里去？我到大街小巷去寻找丈夫去呀。今天你来的就去不得。那慢我3天，我找到也有，马上替你送到府去，好吗？3天能找到？3天能找到。那么1天也能找到。今天啊，你是非完不可。念兰真啊，念兰真，想你乃是名门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你为你丈夫之事回得家来，当铺了灯彩，还晒了杨枝白玉瓶发说，你还要弄到我的头上来呀？你怎么死不讲理呀？少问我，不讲道理，我哎呀，这贱人！与我当到少夫。是。
今上晚在苏来，等兰州小姐来，与她生命不就完了？是此，你我迎上前去。莫非有兰客之意？姐姐羞出此言，姐夫他现在哪里？下去。叶梅叶郎在哪里？姐姐不必杀去，私中之语，贴到上面房中也许，领子带路。是，姐姐请。不必杀去，领子去请燕姑爷。怎么会跑到他的所内来了？欲请燕姑爷。娘子，我儿老伤情，我为你受娘夫，我怒当更前，我为你灌碎了把牛抱病，我为你结对要拼命，你到问问，丝丝毛毛不声不响不在这小楼顶，你若不把心有神，休管我来认真不留情。必到书房独自留，一心只想为家尊，找不到花园入门
如今已高楼。那便是年少两家表本。本来你请求满意，为我一日开大义，努力不断往路上走。快快快追了出来，不言我哪里为知晓？您儿子脸上人，我正要带他下楼去，三下儿冤家呀路两空。你哪个了？来的真是老弟弟，气死我了吗？那是我心慌忙改了，故也往儿下头。真乃是兵个中都难脱身，无奈我带他到苏楼八分楼。总要等夜深深他府中去，只好追到苏楼。娘子啊，替他做江东去，啥不传小生一名婿。原来娘子为我生言妻，原来娘子为我带月寿，拜望娘子少死我。冤家，听此言我心满腔。我怪生你郎君太大意，你平白无端杀无义，为甚再来我前阿妹？我再见你领子好进衙门，我手采郎君同担当。爷妹呀，你大度我记心头。姐姐不跟他去。你好大的胆！聂兰珍啊，聂兰珍，你找丈夫找到我女儿房中来了。嘿嘿，这下你的把柄被我抓住了。聂兰珍，你到我女儿房中来做什么？咦，自家最美的房中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你往常是该来，今天啊，却不该来。皇上该来，今天嘛越发的该来了。你往常来做什么？皇上嘛来叙叙姐妹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哎，你说，来找我的丈夫回去。我女儿房中哪有你的丈夫？请请啊，请。见过弟弟。去！我女儿房中哪有你的丈夫？赵师傅，一定是你小姐人弄出来的花样。关小姐，啊，不怪小姐，那怪你这个小姐人，我当师什傅啊？此事嘛不能怪林子，要怪你赵师傅。怪我？为什么要怪我啊？赵师傅，你做事真刁干，你家长骂爷妹，你当衙官，阎王分明是
老乡的人是难上难。是我管的你呀！叶郎，是不是少师傅叫你来的呀？是少师傅叫我来的呀。好啊，少师傅，真凭实据在眼前，先不猜测你承担。兰州一看我的凶，我总有理再要分辨难。不是趁早下楼去，妈，这里我是我你带，衣裳风波你此来深深地给有你是来玩。那个叫我别玩啊！我问你喜欢滚板板还是死板板？哎呀，两个办法有哪你干啊？那个叫做滚板板，那个叫做死板板。滚板板并不难，我与你到祖母跟前去争一番。今这次是你认错，当铺等菜你陪玩。当铺等菜我陪呀玩，银子上来是要5万，我屋里拼拼凑凑都卖光，银子完巧是头2万。相府面前去滚板，弄得不好脱落，只怕要我阑珊。滚板板是不好办，我还是听侬个死板板。哎呀，死板板嘛太简单，你写一张符便是就。写不别，我不写，你写不写啊？不写。走，到哪里去？走到哪里去？好，我写。赵师傅，你就快写吧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快写吧。去。少问我气呀气得我是两怕。我不怕年富势力大，也不怕是嘉庆皇帝是国法。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年来走。什么啊？哎呀，我个姑娘。算有算报，与报。赵师傅，你就快写吧。哎呀，那叫我怎么写呢？我说一句你就写一句吧。好。也不变身草问我，不该将烟用藏在女儿的书内。此乃朝问我之意，与朝完真无关，这里不便委屈。叶郎，我们走吧。你们不能这样走啊！为什么？你想，你为你丈夫之事，从年夫当到少妇，2夫生等，哪个不晓，谁人不知？如今又在我女房中受出，你叫我这张老脸放到哪里去哦？那么以你之见，以我之见嘛，我明人当大轿一顶，你坐在轿中，他躲在轿后，抬出府去，也好瞒过众人，保全我这张老脸。好，看在你他美人的脸上，我就依了你。那么我当大轿去啊？
宋少叔，宋弟弟，去！大爷们，为计实不这样安排，只怕要连累于你往前死水。姐姐羞出此言，姐姐趁教之地道，去到小面房中也许姐姐请。